心色走找台北城，来伫三线路南线遮的学校教台语，已经到第2学期。虽然逐礼拜才来教下早仔的3节课，毋过课教煞，食到以后，行去台北车头的过程当中，怎变成家己一个人游想、走找、认捌台北城历史的趣味时刻。三线路是1909年日本时代拆台北府城墙，照原基地起造4条40米宽的宽城道路，是参考19世纪欧洲都市规划办法。伫车路中用2大纸的绿地做分离岛，将路面分做3地，安尼来号名的。按城墙的东、北、西、南来甲看，就是现出时的中山南路、中孝西路、中华路一段，甲爱国西路。也就是讲，互即4条大路靠起来的所在，就是清国时代末期，因为军事行政的需要，才起造的台北府城。比艋舺大潮埕较慢才有的台北府，城墙伫1884年才完工。因为相信风水的关系，城墙的位置角度伫起造的时有当调整10外度，甲城内街路的方向无啥一致。四面的城楼门有东景福门经过，通石口家人，北成运门是主城门，来往大潮埕、大龙滂、虎尾。西宝成门豪华有办，直接出入艋舺。南丽晶门上大座，通往古亭、景美。尾仔才起的小南门、中西门较秀气，里边邦桥来去。日本人1900年执行市街改建，开始拆城墙。西门是头一座封拆的城门，伫有志真情、民间反弹之下，剩的4座到1935年透过史迹保存法保留落来。毋过，1966年台北市政府用整顿市容的理由，除了北门维持原本红霞风卫式城楼了外，其他3座的年前拢互翻做仿绿琉璃遐的中国北方楼阁形态。清国起造的台北城有真侪街路，是即阵台北市中正区的街路前身。亲像东门街是摊伫向总统府这条凯达格兰大道，北门街是博爱路，西门街接石园街是衡阳路，南门街是公园路南端，福前街甲文武庙街是即阵的重庆南路一段，虎后街是关前路，武大街接小南门街是延平南路，思园街是中沙街，韩之市街是贵阳街的正式名。当时台北知府衙门是伫即马重庆南路头甲关前路这搭，布政司甲巡抚衙门伫中山堂附近，定营书院、番学堂、西学堂伫中沙街、桃园街的角路。武庙是北一路甲司法院遐。天后宫是228纪念公园，台湾博物馆遮。一府二路三艋舺4月顶的时代，台北城无影无迹。毋过，因为历史一时的选择，经过即种地理的规划建设，甲首都必然的路肥发展，
21世纪即阵的台北，徛伫过去台北城起造的地基顶，已经变成世界有名的都市。阮真好闲，500多年后的台北，会是啥款规模细面？死到，因遐的人，佫会安怎看待即阵的台北呢？